創世記第9章，上帝甲挪亞立約。上帝賜福挪亞甲伊個囝，對因講：着生炭，加添真多，充滿全地。地上所有個野獸，天頂個飛鳥，地面得飛個動物，甲海裡個魚類，攏會驚恁，畏恁，受恁管理。我將所有活個動物，親像菜膻，同款，予恁做食物。毋過有生命個肉，就是有加血個肉，恁毋通食。流恁個血個人，就是殺害恁性命個人。我要甲因處死。我要將害恁性命個野獸、人，甚至恁個同胞處死。所有流人個血個人，人嘛要流伊個血，因為上帝照伊家己個形象造人。恁着生炭真多，佇地上興旺，加添真多。上帝甲挪亞甲伊個囝講：呾，我甲恁以及恁個後代立約，嘛甲遐個甲恁做伙對大船出來個活物，包括飛鳥、猩猩、野獸立約。我甲恁立約，所有有肉體個生物，袂閣予大水消滅，嘛袂閣有大水毀壞全地。上帝閣講：我要甲恁以及所有甲恁做伙個生物立永遠個約。我要予氫出現佇雲裡，做立約個記號。我予雲惹地，氫出現佇雲裡個時，我就紀念我甲恁以及逐款有肉體個生物所立個約，袂閣予水氾濫，毀滅所有個生物。我看到氫佇雲裡出現，就紀念我甲地上逐款有肉體個生物所立永遠個約。上帝對挪亞講：這就是我甲地上逐款有肉體個生物立約個記號。挪亞甲伊個囝，挪亞個囝對大船出來個，就是閃、含、雅弗。含是迦南個老爸，這三個是挪亞個囝，因個後代分散去全世界。挪亞是第一個栽種葡萄個做色人。挪亞啉酒醉，佇布邊內赤身裸體。迦南個老爸含看到因老爸赤身裸體，去甲佇外面兩個兄弟講。閃甲雅弗摕一領衫，掛佇因個肩頭頂，倒退行，掠因老爸個身軀。因個面往外面，無看到因老爸赤身裸體。挪亞酒醉醒，才知細漢囝個所做，就講迦南着受咒詛，伊要做伊個兄弟上卑賤個奴隸。挪亞閣講：着俄羅上主，閃個上帝，迦南要做閃個奴隸。願上帝予雅弗擴展，予伊住佇閃個布邊，迦南做因個奴隸。大水了後，挪亞還活350年。挪亞總共活950歲才死。